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英韶，我是王美琴，我有3个儿子，我有2个女儿。这里是阴晴不定妈妈聊天室，这里没有太多的教条原则，这里只有妈妈日常生活大小事。哎，这个美琴老师是，今天是我们节目开播首日哈。对呀，是。那今天呢，除了我们2个聊聊天之外呢，还为各位邀请到了2位来宾。那这个先介绍女生，我们现场来的是一位职业妇女，当然她也是一位妈妈，她有3个小孩。谢婉洁，谢小姐。大家好。我是中信台湾人寿的婉洁。是，婉洁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您有几个小孩？都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一男2女。哦，多大年纪啦？一个高2，然后一个小4，一个小2。高2跟小2差很远哈。对，差几岁啊？9岁。哇哦，差9岁。好的，那现场有女性来宾，那就一定要有一位男性嘉宾。那现场我们邀请到的这位男性嘉宾呢，是陈正文陈先生。陈先生有1个小孩，来，我们欢迎一下陈先生。Hello， 大家好，我是京都奈口金报的主理人，我是正文。是正文1个儿子，几岁？一个儿子，然后要12岁了。哇哦，要12岁了。对 OK， 好啦，我发现我们正文这个声音听起来很有魅力，看起来好像也是常常使用声音。对，常常使用声音说故事给小朋友听。哇，真好的爸爸，哇，真好。不过美琴老师啊，是咱们现场这样加起来。有，我马上心算9个小朋友了。9个小朋友啊！对，是。不是说少子化吗？孩子都在我们这儿。对呀，都在我们这里产生了这样子。好，我们下一集拼超过10个。好，没问题。我来努力。现在你努力什么？我赶快生一下。好。不过今天啊，因为是节目也第1集嘛，那我们也要聊一聊啊，大家首次当爸爸妈妈的那个经验。那刚刚听起来有高中的，然后也有这个已经12岁的了。12岁的。那我的已经大学了，您的呢？我的也已经大学了。哦，所以我们今天要拿出回忆杀。有点远，有点远。我们来想一想。刚生孩子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情，现在让爸爸先说话。好，刚生小孩子的时候啊，那时候还蛮紧张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很真实的感受到即将当爸爸，还没有看到小孩嘛。是啊，爸爸都是这样。辛苦的都是妈妈，对，辛苦的都是妈妈，所以那时候也是算新手爸妈，所以也会觉得说，这时候妈妈的心情，我该怎么去照顾她？然后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让她能够开心一点？听说开心的时候，孕妇开心的时候，生产的时候会比较顺利一点嘛。哎呦，对，好体贴的男人哎，超体贴的一个男人，都有做功课哎。是。对，所以也很是那时候真的也蛮担心说啊，妈妈如果哪天心情突然难过起来，然后刚好小孩子要生了，哇，那真的是超紧张的。所以希望能够让妈妈都天天保持开心这样。哇哦，很棒。那这样你有双重压力吗？一直要当爸爸的开心，二者是要哄孕妇开心的那个。可是那个也算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因为就是即将要当爸爸，但你会觉得说，是不是说先让老婆开心了，小孩再说嘛。这个男人我们邀请对了，真的对耶，真的对了。难怪我是从全台湾哦，我有人已经开始在报名了，报名要来上我们节目了。对，这是我们邀请到的哈，第1集第1位男士啊，这个标准的啊。那但是现在我也要问一下婉洁小姐，对啊，婉洁生3个而且你2个差那么多岁哎，老大跟老3哦。那想问一下您当年呢？我比较糊里糊涂一点，所以是不小心的。对，不是我连生第1胎，然后都是已经破水了，我自己还没有很大的感觉。可是你知道你怀孕吧？我知道。对，然后
来想说，我要洗个头，然后再去妇产科。对，然后去还想说，去个银行好了。然后后来我去妇产科的时候，医生就说你已经开2指了，你还到处跑。对，我还自己开着车去。真的，这个为母则强。但是我觉得他的糊涂状态比我的更厉害。我没有这么糊涂。是啊，但是我生3个也是颇糊涂，所以我们2个都属于不计划生产的范围。对，我们就是糊涂乱生的那种。是，很好很好，为国家带来一些新希望。是。太好了，那个国家总需要有一些愿意糊涂的女人，然后还有需要一些非常细心体贴的男人。那美琴老师，你也是糊里糊涂生的吗？没有，我都有计划性的哦，我没有什么糊里糊涂哦，我非常的计划性。30岁要生第1胎，然后再隔2年就是生第2个小朋友。OK， 好了，我们这做了4个，大概基础样态都已经有了。不过要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美琴老师啊，她其实是幼保系的教授。是，所以各位就可以听到，她凡是跟孩子有关的事，她都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很有条理。成语够用了吧？还少系统化。太可怕！你这才3个字，不叫成语。不过我真的觉得哈，即便我们这样子这么认真的哈，不管是有规划没规划，或者很体贴的状态，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到坐月子的这个期间哈，尤其我们台湾人很重视坐月子，对不对？应该也有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吧？这个我想听听男生的说法，好不好？对呀。坐月子难道其实太太坐月子，你也跟着坐月子？当然。其实我们当初怀孕的时候，我们还在日本工作，所以你在日本，你们是在日本怀孕的？对，在日本怀孕的。日本不是都大男人吗？所以他没有坐月子这种事情。哇，那这样有冲突咯？对，还蛮大冲突，而且他的产房还要大概预先1年前去预定。别闹了。对，真的，你连怀孕都还不知道，就要先预定产房。那我们2个可能要去住马路边啦。所以当下我们其实就还蛮肯定，我们是要回台湾生。然后所以就在台湾找到一些因为我太太是高雄人，所以我们就在高雄找到一间妇产科还不错。那我们在那边预定的月子中心。那我也算第一次进到月子中心了，哈。是。所以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说月子中心是这么的专业吗？对，12年前应该说这么贵吧。他不好意思说啦，对啦，对，但是希望让妈妈跟小孩有一个好的环境休息，真的，这很重要。3餐都会照时间送过来，然后超级丰盛。不止3餐吧？不止3餐，还有宵夜啊，还有宵夜咯。但大部分都我吃掉了。真的，看身材也知道。我太太坐月子，大概我就胖了大概快10公斤起来。因为我认识正文年轻俊俏的少年时期，不是现在这么稳重的样子。对，是。所以我会觉得坐月子好像是一个很舒服的事情，对。但实际上考量到妈妈的心情因为真的生产完，我太太他们就会比较虚弱一点。你说真的要吃那些东西，他倒真的也吃不下。然后又会有自己想要吃的爱好嘛。那我每天吃完他的月子餐，我就要出去散步。你去把它偷夹带食物进来，对吧？对，就要带一些他觉得好吃的，然后慰劳他一下。有臭豆腐吗？对，那不能哈，你看，对，有波霸奶茶吗？他不喝还好。还好。那到底看起来波霸是你喝掉的？对，没有。因为到底是想要我们在瑞丰夜市附近，然后他就很惦记着，对，很多人里面有一个海产粥，特别喜欢吃，所以都要去排队去买这样子。对。再讲到这个，我就看到我们这个婉洁小姐一直在点头。对呀，3次月子餐，我看你也是吃的，不过你身材恢复的很好，你恢复的很好，所以都是先生吃掉的。没有啊。我老公没有空，都是我自己吃的，都是你自己吃。对，先生很忙婆婆陪我吃。哎呀，有个好婆婆，这也很重要，是个很好的支柱，难怪你也还可以生3个。通常人家是说1回生2回熟，对。那你生了三个小孩之后，那你月子餐
应该都知道怎么挑选了吧？就会尽量挑适合自己口味的，因为我是订回家吃的。你在家坐月子？对对对，因为有婆婆还要照顾照顾其他小孩。OK 对 OK，哦那婆婆是神队友。对，哦，太好了，哦真的很棒。对我觉得在坐月子的时候哈，是那一段期间，真的如果有人有一些精神的支柱哈，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哎。对可是我就想问，这个婆婆的照顾虽然99%是神队友，可是会不会也有一些难免口味不相同的地方？有，所以我第一胎我是回娘家做的。哇，太好了！这我跟就想说们的口味应该会比较适合自己，是结果是有没有殊不知太累，我完全吃不下，真的啊对太累了，因为自己照顾小孩。第一胎我是自己照顾，不是要妈妈下来当那个台老吗？结果没有啊，没有，就是想，因为通常在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对我们都会舍不得，对然后他一哭的时候就抱，对对对，哦，所以产妇事实上所以都没累到有好好吃不休息，下真的真的，对其实有必要这样吗？真的不懂。对，你生了第二个的时候还会这样吗？第二个我就去月子中心，哇，聪明啊，对所以他哭也听不到，对，就放在那真的好好个婴儿我休息房就觉得我要好好休息。对真的要，真真的要。对对，那郑文就提到这个月子中心啊，您在高雄嘛，哈啊，感觉起来也都很顺畅啊。可是后来为什么你们会回到或者来到台南？我台南人，所以我们做完月子之后呢，我太太有先带小孩先回高雄娘家，再住个1个礼拜，然后我们再搬回到台南。但其实也不是说搬回台南，是先回台南的老家再休息一下，因为我那时候工作在台北，所以我们马上呢就又再回到台北去住。哦，所以你那时候还没有开始创业就对了？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刚出生是2011年，对，年底的时候，然后我正式回到台南来的时候是2013年了。哇，不过这听起来很有故事哦，感觉是啊起来孩子带了你的事业来了，对不对？算是哦，因为其实当时在台北住的时候啊，比较潮湿，然后气候也比较阴天嘛，对那带小孩孩子真的很不方便。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带小朋友去大安森林公园散步，隔天马上就生病，然后我们就那小孩子后来就住院，他就是哇支气管炎，细支气管是炎，需要住院，然后就住了1个礼拜。那你又看到小朋友就是在那边插点滴打针，我觉得真的还很小，那是真的很小，很难所以过对哇会觉得这样真的是很不 OK，然后大人都要陪在身边啊，然后很生怕小孩子就是因为这样生病，然后又引发其他的状况，是那时候真的是很焦虑，所以我太太那时候有说，我们都是南部小孩，是不是我们就回南部，或许会是一个好的一个选择，工作再找就好嘛。那所以就有共识。对对对，那台南又是家人都住在台南，然后太太在高雄，那如果要回去也很方便，所以就是好，我们就在2013年的时候就毅然决然回就整个都台南搬回来。对 OK，那现在这样子看起来，孩子用了最极端的方式，让这一个爸爸跟妈妈了解他们的人生需要做一些更积极的这个转换跟成长。哎，我真的有时候觉得孩子真的都是爸妈的贵人。真的，对。对，所以我也想请教婉洁啊，虽然我觉得本来应该要谈什么看到孩子的大惊吓跟大对，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我想听听到底这个婉洁你是职业妇女，那你就一整路都当职业妇女吗？对。对，你没有想过说，因为有了孩子，所以对就迈入家庭，尤其你有3个小孩，哎，我希望就是可以保有一个自己的时间，所以我上班的时间是我自由的时间。哎，聪明的妈妈是啊，这个重点是这个决定啊，有跟先生讨论吗？他还蛮就是支持我的任何决定，真的是神队友哎。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告知就好了啦，哈，也不用征询啦，对不对哈？其实我觉得我们现代的女性哦，其实对自己的生涯的总体的发展，
整体来讲，其实都有相当自我的主见。那当然，这个过程呢，也得尊重另一半。像我们刚刚正文哦，这个提到的2个人哈，去关切相互的一个调整。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是现代的家庭。我听说台湾离婚率，尤其新生代的离婚率很高，非常高，好像听说有过半，所以还可以夫妻之间有一些协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哦。其实这也是在互相的相处当中不断的磨合得到的一个沟通方式。不过你有没有觉得孩子是2个人磨合或者争吵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粘着剂？真的哈，对，你看我们婉洁是狂点头，一直狂点头啊。是似乎2个人如果有了孩子之后，感情你会有一些必要性去协调，对不对？对。这个真的非常棒。不过我也想，我觉得这个部分的确是哈，孩子有时候又是我们夫妻之间在磨合当中的一个润滑剂，这样子。真的很重要。所以其实还是得生几个小孩来让夫妻的感情可以更融合一些，更升华。我喜欢这个词，更升华一些。不过再回过来了哈，想问一下。正文，你第一眼看到你家小孩的时候，第一眼你是觉得他很帅，还是觉得他皱皱的、丑丑的？哇，说到这个故事还蛮多的。他还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商量好要叫这个小孩子，中文名字还没有决定，可是英文名字已经帮他决定好了，就叫他 Bruce。Bruce 就是那个 Bruce Lee 有没有？李小龙有没有？是。然后就是我们说好，我们就叫他 Bruce。这是自己的梦想吗？类似。然后那我太太说，Bruce 韦恩好像蝙蝠侠是个富家子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不错的名字。那我们就从他在肚子里面就这样一直跟他讲话，然后 Bruce 这样叫。他出生的时候啊，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我太太还在产房，然后。我跟我岳母去把它抱出来，然后一开始我不太会抱嘛，但是岳母抱着，又软软的。对，然后我们跟着护士说我们要先到哪里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就在电梯里面，我就对小朋友讲 Bruce， 哇，他有反应呢，哎呀，哇，非常的惊讶，那个真的是眼睛都亮起来了，他怎么会？马上就有反应，这么有感觉。对，在肚子里面就认识他的名字了。都听到爸爸的声音。讲的，我想再试一个看看。我没试过这样的事真的，我们就觉得好神奇哦。对，所以到现在他的英文名字都还是 Bruce， 他都非常熟悉这个名字。是这个声音。哇，超棒的。那婉洁呢？你有做什么？你跟我一样，我们2个都是打迷糊仗的。我们自己讲话，孩子就可以听得到了。我们不需要对着自己一直讲话。或是这样有一个问题，就像我孩子都听我上课，职业嘛，对，就孩子出来每个都好辩，是不是因为这样啊？那婉洁你的嘞？我的还好，我就也都给他听音乐而已。可是你第一眼看到你家老大怎么这么丑？我真的觉得我们2个根本是绝配。我当时也是觉得每个人都跟我说：“哎呀，那个家儿子好白嫩，好碰婆，好可爱。”结果应该会很帅就对了。我看的第一眼，我就想，全部的人都骗猴子一样。对，哪来的碰婆啊？我就觉得全部的人都骗我。可是妈妈好像都这样哎。我太太她看到第一眼说。怎么像个猴子一样？真的吗？因为大家的期待都会觉得白白胖胖的，可是刚出生的小朋友他有羊水这样包覆着，他不会那么快就变帅了。所以是这样吗？要相信我的专业。对不起，我又忽略了这个幼教系的这个老师哈。是，果然所以我们真的女生都有同样的感觉。对，妈妈都会很期待说我的女儿怎么会长这样子？尤其网络上超多很可爱的，很可爱的样子。对，明明看别人家的就那样，为什么我们家的就不同？对不对？可是我就这时候回来要问一个问题，在月子期间这我自己的遭遇啦，因为我是一个没有母奶的妈妈，真的没有，而且在座我们就有3个女性，对，而且是当时我记得那个卫生所的护士阿姨是有来帮我的结果他们还跟我说，就不相信有人挤不出来，真的每天来2个帮我做全护理。东挤西压的，都没啊，都没啊，所以刚刚婉洁
点头了哦。对我第一胎也没有。你第一胎，啊，你第二胎呢？真的，我们是不是来握手一下这样子？我第一胎也没有。我不跟你们握，因为我3胎都没有。哦，那好。那正文你只有1胎，你当然也没母奶。你当然也没有，你们2个来握手。我们2个来握，我不要跟男人握了，什么啊？老婆有吗？有，不过它的量不够多，不够多，而且再加上，其实胀奶真的很辛苦，很痛。对，你怎么知道胀奶很辛苦？因为我就都在旁边啊，我都要帮他处理，然后当然护士也会进来，但是就是你会知道你老婆她真的很痛苦这件事情，所以当他提出来说他要打那个退奶针的时候，我都马上同意，因为我觉得双手举对，赞成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太太不要那么辛苦，因为她可以把那个痛苦减半之后，再把其他的心力也好、专注力也好放在小孩身上，放在孩子身上。但我母奶这件事情要请对了哎，我们怎么办啊？要加10000分哎！我现在一定要说话了，这个男人从哪里出来的呢？长荣大学大众传播学系毕业跟出品，我一定要讲。你看我们学传播的人，尤其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在传播圈，各位亲爱的妇女同胞，请务必嫁给传播出身的男人。好了，我植入性行销完毕。真的，你可以这么体察到太太的不愉快因为真的很不舒服，那个真的可以感受到。可是很多男人我知道的是，都会说忍一忍，什么母奶对孩子挤出来就好了。很多人都说挤出来就是因为没挤出来，所以才不舒服。因为我太太属于那种她会先忍耐的人，她不会自己在那边喊。当她开始说她不舒服，真的很痛的时候，我想应该已经到极限了。那个不要再叫她忍了，那个叫她忍。长辈们有介入这件事吗？对，基本上我们长辈都还蛮听我们自己处理。OK， 哇，也还蛮开明的。我也呼吁一下我们长辈们，这个用看的就好了，我们大家不要太辛苦的去帮人家给太多建议，真的。OK， 是，所以而且那时候，2位都是属于比较新世代的，是对新世代，不是电视广告都说一定要这个哺育母奶吗？母奶才是妈妈给小孩最好的第一道礼物。什么上天给的最大的礼物吧，是吧？是。那婉洁要不要听听看？挤看看，但是就是没有。你那时候心里会有点沮丧感？对，会。真的会有点产后忧郁。真的就到产后忧郁。为了这件事，那我好多了，我神经线大条多了。对，我不断的安慰我自己，我至少不会有胀奶痛。是听很多朋友讲过，因为人家可以多到冰袋冷冻，然后自己完全没有。就是这样子的想法，跟我第一胎一模一样。我就发现说，哇，这个第一胎的时候。怎么挤，怎么热敷，怎么样？这个护士按摩都没有办法，然后就觉得说，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妈妈？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女人啊？会自己非常的焦虑，而且否定自己，可怜的孩子。但是我花钱了啊，你花钱我去买了一个有电动马达的，那时候有电动的挤奶器，他们说比较有效，我还真的买了一组。后来我真的觉得又被骗钱了，而且那很痛其实真的很痛，对，就是正文都可以讲出我们的想法有没有？因为那个真的，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机器它是无情的在做这件事情，对，它没有感情的在做这件事情。真的，你看，我就说嘛，我们学传播的人，男人真的很温暖呢，超温暖的暖，而且那个吸力之强，我也有用那个电力的。人家就想说啊，手没办法，你这个都很怕痛，所以都不敢吸了。所以你一定要用电力的，我就真的狠下心来去买一个电动马达，而且吸力很强的。我就是买那个嘛，好贵对呀，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痛在我们身，可是要有人。可以体谅跟体贴，因为我听到很多的妈妈跟我分享的都是，她都觉得旁边的人都在讲风凉话，对，然后就会说，怎么会？你一定是汤汤水水没有喝够，喝不够。所以婉洁也有被要求多喝点汤水，是婆婆比较还好。OK， 还好，还可以支持我喂那个奶粉。哇，配方奶，对。所以，郑文啊。
孩子后来就改喝配方奶了。哦，也没有，刚好那个时候我太太的表姐刚生完没多久，所以她比较多一点有库存，有库存，所以就搭配着配方奶，然后跟母奶一起喝这样。哎，结果喝了别人家的母奶以后，会对别的妈妈比较好吗？我觉得应该没有这种事情，家里有喝别人因为喂的还是我们在喂啊，所以没有这回事嘛。没有。你看，真的就又有人说了，只要喝了别人的奶，就会去孝顺别人，怎么可能嘛？真的是以讹传讹的一个，对，因为喂奶很错误的思维，对嘛？那为了配方奶，有看起来很配方吗？什么叫做很配方？也就是小孩没有那么的什么天然啊、孝顺啊、温和啊，也没有，也不会这种，也不都会吧？不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这个放手吧，那个让母牛提供牛奶就好了，真的不要逼妈妈非得当母牛不可。真的，因为我真的发现说，哎，没有母奶不代表我们不爱小孩耶。真的，哎，有人都说听到孩子哭，奶就来。那我那时候一直在想他哭成这样，非常心有戚戚。这个英姐，我不是说我第一胎没有母奶吗？对。可是我第二胎的时候，哎，真的就是这种声音啊，孩子一哭，哎，我的奶自动胀奶。我就说嘛，你老大哭得不好，老二比较会哭，呦哭得好。那我家大女儿没有在电视机看到这一段，说她哭得不好这件事。没有，这是阿姨胡说八道，因为阿姨家有3个儿子都哭得不好，所以有时候妈妈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揽在自己身上。对，真的。那婉洁第二个呢？第三个还是这样子吗？第二个像他一样有去跟别人要母奶。哦，是，就是自己的挤一些好，挤一些。其实你这样都算有准备了啦，不像我就是3个都是 let it go 啦。对，反正就有人做好的，咱们就是啊，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也没有少掉对孩子的爱嘛。没有啦，而且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还要花更多钱。没错。哎，那奶粉还不便宜耶，真的，而且喝得很凶好快哦！怎么不是才刚开吗？那瓶就又没了。我们那时候还遇到上海毒奶粉事件哦，对，就那个时间点，所以我们那时候不敢在台湾买奶粉，我都跑回日本去买我去扫日本的奶粉，然后就那样把它一次带好多的这样带回来。人家不会以为你是在做那个走私批发吧？还好我的目的地在台湾。OK， 中介以为是中介这样子。因为哇，正文爸爸这么的用心哎，很害怕啦。那其实第一次当爸妈，什么事都会害怕啦。你说害怕，应该说谨慎啊，规格拉得很高啦。对，像我当时我都宁愿用玻璃奶瓶，对，因为有一度也是说那个什么胶化剂啊，而且会让那个男生不举。我就想，我生了3个儿子，万一他们喝了以后长大都不能举，那怎么办呢？这个英姐通常这个有限自己。对。可是真的生女儿跟生儿子想的东西会不一样，真的会不一样。是。可是我又要请问一下我们婉洁你那时候2个孩子也是3个拉得很长，对不对？那因为我中间有留掉2个。中间有留掉2个啊！你真的很想要小孩哎？就那时候一直觉得应该要生2个，要让他有伴。是，OK。是不是压力过大，还是工作压力啊？不知道，就没有心跳，2个都是没心跳。哇，那你这样子不就很沮丧、很难过？可是他很勇敢哎。对，很勇敢，还是。就是再把孩子也给生回来，跟神说，我就是要，对，真的就生回来，真的就生回来。不过到后来的时候，你有遇到母婴同事这一件事吗？母婴同事，我是第一胎而已，后面我就没有。你第一胎的时候就已经被要求要母婴同事了，我自己想，你自己想，为什么你要自己想？一个完全看不开的女人，你为什么要自己想这件事？应该要自己顾，然后自己试看看。是啊，正文，你们那时候他有要求，在某些时段，你必须是妈妈跟孩子在一起，把孩子推到产妇这边，妈妈身边。对。他说，那你的做法？什么做法？他哭的时候吗？就是你同意吗？我同意，因为其实
妈妈也很想要看到小孩。那是在月子中心的对，时候啦，在月子中心啊，他不是在医院的时候这不是在啦。医院在医院啊医院的时候没有吧？没有，我们因为我太太算剖腹生产，对对，所以一生完他就直接送到月子中心去了，然后我们就把小孩子，因为他们医院跟月子中心在隔壁而已，所以我们就直接移过去。OK， 你们是在私人的对，就让妈妈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对啦。对。是为什么我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我自己，生老大老二的时候，那都是25年前、就马上23暴露你年前，自己的年纪了。没关系啦，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人家已经年过半百啊，是，还可以看到我们燕姐这么美丽的身影这样子。不过我真的生老大老二那个时代没有被要求母婴同室，但是我因为老三跟老大又差了10岁，跟老二差8岁，其实到老三的时候我是被要求母婴同室，可是我有经验了。我不像婉洁生老大，对不对？哎呀，万般责任自己一定要都扛在自己身上。我不行啊，我累坏了。我说我一定要睡啊，那所以我就拒绝。可是当时可能他们那个大医院都有评鉴吧，所以就不断的来要求。要有 KPI 啦。需要有这个妈妈跟小朋友同事的那种，大医院都会要求，对，都会要求。我早知道我就去小医院生，被吵没有啦，我还是会认真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女生哦生小孩都这样，你这个给这位医生生。平安顺利，你第二个就会想，就自对啊，就自然而然对，找同一个医生不敢换。对，我那时候还跟我的医生说，我生完之前你不可以退休哦。对我好害怕，我要换医生。先跟他预约10年的育儿经验，这样子育儿接生的。没有，我就跟你说，我3个就是胡乱生的，没计划的。我根本就没计划，我哪知道啊？不像你啊。对，我们都是有计划中的。对啊，所以这个计划生产哦，其实我也不晓得到底该不该计划。我相信我们在现场很多的观众朋友，或许有人真的是计划生产。但是计划不一定赶得上变化，没有错，这真的很重要。可是没有计划，感觉起来好像万般都没准备好。所以正文，你刚刚有说到你们是在日本怀孕，你们真的计划的吗？我们算有一半有计划的，对，就是结婚之后，然后因为那时候在日本工作算稳定，是。那如果没有发生311地震的话，那我应该也还在日本，还在日本。对，所以那时候我太太刚怀孕。是地震的时候，我太太刚怀孕，那时候我们就本来是想说就这样安安稳稳在日本，然后就是生产回来台湾，然后再回去而已。再回去。对，没有想到就发生地震，地震就是加强了我们要回来台湾这件事情，所以再加上因为我太太那时候在日本看那个妇产科医生啊，我真的要说台湾的医生真的特别好。对，因为非常 nice。对，在日本来讲，他们看医生，你就好像看妇产科，就好像看一般小儿科一样，他就是简单的检查，30秒。对，而且他还不帮你做任何的什么羊膜穿刺这些无微不微检查，他不鼓励做，是因为他怕有医疗纠纷。的确是。那我们回到，因为我太太那时候怀孕的时候已经35岁了，所以她算年纪比较大一点，所以她在做那个羊膜穿刺的时候，她就很担心说是不是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在台湾我们就回来去做这件事，是有高风险。对，在日本他们不鼓励，因为他认为你生下来小孩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必须接纳他，接受。对这么的自然派啊。对，而且他们也不让你去测性别，他也不帮你看性别。这本来就应该要禁止。他就已经都不做这件事。可是问题像台湾像唐氏症的检查是很标准的，对，尤其是高龄产妇。是，我也是高龄了以后我才知道有这一件事。所以在日本，他们其实是不鼓励做这件事情。如果你要做，你要另外付一笔费用，然后再重新去做。而且你们又算外国人到日本国。对，所以我们认真的觉得在台湾生，第一个安心啊，第二个就是台湾医生真的会讲解比较仔细、专业，然后你真的会觉得好，在台湾生是一件好事，这样。我们真的要帮台湾的医疗按个赞哎。真的。对，因为我也有学生哦，是嫁到英国。然后生了2个小孩在英国，那每次怀孕每次都要那个在这个 FB 上没有叉。对，然后老大真的是就生回来台湾生，他宁愿飞回台湾来。那但是老二呢是遇到这3年的疫情，
不得已只好在英国生产啊。那但是他就一直在强调，在英国实在是啊，要是让他可以飞，他一定要回台湾。所以我们真的要稍微认同一下我们在这一块土地上的喜乐啦，真的很棒哦。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从日本尤其是近代哎，对啊，就也大概10年前的事情。对啊，很近的。对。我刚才讲到那个高龄哦，我真的觉得哦，我这说话应该是有相当说服力。我老大生、老二生的时候都没有高龄，到老4，我怀孕他的时候是40岁。老4，你有老4啊？老3呐。完了，对我老3的时候有加上老公，哎，这样有老4。OK， 好，透露出原来你都称呼老公叫老4，好，不小心讲出来的。拍谁哈，反正他。对，我回去会对他好一点。是。那我生老3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叫高龄产妇，因为那时候40岁怀孕嘛。对啊。对，然后后来就通知我说要做羊膜穿刺，刚才讲羊膜穿刺。对，我会想说羊膜穿刺，我还傻乎乎的你有没有陪去做羊膜穿刺？有，我有去。你有看一下吗？好可怕哦！对，我先生也是这么讲的哎。对，你看为母则强，对不对？你有看到？我有啊，他会先让你看哦，对啊，我都不敢看哎，我那一天去做羊膜穿刺，婉洁也有，对有后面2胎，老3对，因为是35以上还是对不对？对，35以上，那我是40嘛，对，那结果我那天去做的时候我老公这一次真的有陪了，他前几次就前2个儿子的时候比较年轻忙都不用，然后老3的时候他就有陪去了就说羊膜穿刺我就躺着，然后医生跟我很熟了嘛他就跟我说张老师，你把就 K， 我说霞娜，他就说你让麦款把就 K， 我就躺着，我就眼睛闭着，然后那个医生就开始跟我聊天，跟我先生聊天，然后隔没一下就发现我先生都没声，都没有声音了。我心里在想，奇怪，为什么这个人都没声音？那就剩下我跟医生聊，那医生就开始在那边摸来摸去啊，移来移去，然后还插个那个什么麻醉，对，应该要插麻醉，表面插，还凉凉的。然后他就跟我说等一下就麻麻的我就哎呀很高兴的，我就说好啊，那我们2个就持续聊，我老公都没有声音，我还跟我睡着了吗？吓到都不会说话了，很长很粗，而且很粗。我老公后来跟我形容说，很像在射飞镖，他说医生是咻一声射进去的，是你没见过我没见过啦。我说我们在32岁前就完成育儿的对了，你这种有计划的人真讨厌。然后他就跟我说没有我说有没有机器辅助？有啊，要啊。他要看一下他那个缝隙，然后赶快插进去麻。但是用手拿针啊。对啊，是用手拿针。对啊，我不是呢，我以为是会有一个什么机器，然后就这样子对准，对，然后穿进去。我老公说没有。因为我还听到医生敲敲我的肚子说闪一闪闪一闪让开一点到旁边去。是我就说他这样听得懂吗？医生说有啊，你看超音波，我看得到 monitor。那结果你看他在动了啊，你看那孩子乖啊。我说真的哎。那我就跟我老公说，老公你看我们 baby 好乖。我老公都没有回答。我心里想说还在吗？可是我手还是一直有握着老公的手。对，我就想说奇怪。后来等到整个都结束以后，就看到一个人脸是青酸素，吓死人呢！真的，所以通常是老婆都没感觉，对不对？只有麻麻的感觉。如果没有看的话，对，没有看的话，可是老公已经吓晕了。对他回来再跟我形容的时候，我就说哇塞，那谁是咱们家医生的第一颗西瓜？就想到感觉起来很像那一天有没有更认真负责洗碗啊？有啦，对，当然是要老公疼爱老婆啊。怎么这样讲呢？可是也因为这样子，也许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更能体会孕妇生产的。有可能我先生在对老大老二，可能那时候也比较年轻，对，那工作也比较忙，是，对老3他真的比较体贴，对，也不晓得是不是年纪大了的关系老公，对，他就变得比较温柔体贴。我在猜，可能他的过程参与度，对，比较高，参与度比较高，真的，所以我会觉得像生育的这一件事情，其实不是太太一个人的事，对不对？
对，不是。所以对我会觉真的都要陪得同，如果说家里头真的很期待娶了个老婆，要生个小孩，那我会觉得先生可能真的要跟我们正文多多的多学习一下。真的要对，哎，这是我们的那个模范对，神好爸爸队友哎，是这样，所以你没有要生第二个呀？哎，也有一部分是这个原因，然后另外一部分所以是也是我太年纪大看了。到做羊膜穿刺吓到了吗？不他怎么可能舍老婆对，怎么吗可？能再去让他做第二次呢？所以他是哇疼不舍老婆啦，对舍不得老老婆是哈。是。对，可是我问了，那个要是不是儿子呢？他要是女儿呢？我其实本来希望是女儿，哇，又来了又一个这样的爸爸。对对对我这样爸爸我家老公他第一次知道儿子老大是儿子的时候，他整个又是一语不发，然后护士在旁边就又说是惊吓了就。说啊，许律师，你高兴的都说不出话来吗？其实不是，因为他连名字都想好了，明明就是一个女生。女生的名对，我字，跟他说，我觉得他这么那种感觉，我觉得妈妈是有感觉的，对不对？通常都会比较期待女儿，对不对？是是啊，爸爸真的很期待第一有胎的女儿第一胎的女儿是好事，这叫女儿奴啊！这我们家老公非常有感觉啦。你们家那个标准的啦哇，对我跟你讲真的是，我等着看之后女儿结婚的时候，你家老公会是什么样子啊？我觉得应该会哭得比我还惨。就是每对，个爸爸其实都会幻想，就是如果自己是女儿要出嫁的时候，他一直会幻想那个画面，他要真的说什么，他要讲，真的都一直在反复真的练习真的是真的是是，我帮人家改过稿真的啊。对对对对对，那个爸爸致辞要嫁女儿都会有一篇致辞稿，对对不对？对。我帮人家改过然后那一篇我修了3、4次，他都不满意，我到后来很生气，我说你现在重点是怎样是他？有讲吗？他应该哭到讲不出来话了吧？没有，就是要念，因为他真的要用念的。就会激动，他对他怕他激动，所以他就一定要有稿件有备稿，对，要有手稿。但是我怎么帮他改，他都不满意。我说奇怪，是你要嫁女儿，又不是我嫁女儿，然后我帮你改了这么多次，你还不满意？我说这种爸爸怎么？哎，好像爸爸会爸爸会，爸爸会。像我儿子如果要结婚的话，谁理他还要讲什么？会啦，有妈妈啦，对妈妈会舍不得啦。像我在跟儿子互动，你会觉得跟儿子互动跟女儿真的不一样。对啊，不一样，真的差很多真的。我们在座只有婉洁是有儿女。我跟你讲，我每次看他的 FB， 我就在想，这个妈是崩溃了，2个女儿每天都穿的一模一样，3不5时，妈妈还要跟女儿。应该也不是双胞胎吧？不是差2岁嘛，不是嘛？对，然后这2个就每天都打扮的一模一样，偶尔妈妈还跟他们打扮的都一模一样。我心里在想，她什么时候会崩溃，把老公也打扮成这个样子？哦，我知道这是英姐非常期待跟羡慕啊，因为你们家没有女儿啦。哎，婉洁，我们真的来组个妈妈团哦！我觉得这个就说中我的小朋友小时候的心声。2个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我也要穿花裙子哎。所以我每次遇到有妈妈跟我说，我家女儿都不肯穿裙子，我就觉得这乐在心里。我说生女儿的也是可以这样子吧？因为我们家是不能穿裙子嘛，至少社会环境是这样，社会化是这样子。那我就看到生女儿也是一样，没裙子穿，了不起哦。是，心里就比较平衡一些，我心里就会平衡一些。然后我只要看到人家那个女儿爬上桌子，我就会想，女儿什么了不起，还不是爬上桌子，还不是跟儿子一样，对不对？会。那婉洁要不要说说看？那你对儿子跟女儿有什么不一样的对待方式啊？对儿子，其实我儿子我比较要求严格，因为我觉得儿子以后要承担的责任比较多，所以我对他是比较严格的。所以还是跟爸爸妈妈的想法是一样的。讲说女儿以后要嫁出去，要多疼爱她要一点，多疼爱。对，所以他哥哥有时候会觉得，我怎么那么不公平？可是这样子感觉起来也挺传统的对，我蛮真的呢，是真的很传统哦。我们过去我们都会想说，男生是要养家活口的所以要让他多一点担当对，现在稍微不太一样。现在我们想要把男生严格的教育他，原因在于说，
不要出去祸害别人啊。对为什么会用祸害哇这两个字呢？两位真的是非常有两位社会远见哎，不是真的新生代怎么用祸害两个字呢？不是解释一下。因为现在真的是太多社会问题，那它的起因其实都来自于男生的情感处理没有很 OK，才会引发出很多事情，不只是赚钱能力的问题而已。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未来的社会啦，可能赚钱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一定是有自己的方式，一定有管道，他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可以找到，都会有机会。但是那种我们讲 EQ 的处理也好，然后家庭给他的约束也好，还有关爱也好。那个会深深影响这个男生未来如何去对待另外一个女生，或是另外一个男生。对，我觉得这个是很现实面，而且我们很特别注意这件事情，因为很害怕自己的小孩去把别人的小孩给耍败啊，这个真的是把人家怎样了？对，这样会很紧张啊。对，会很紧张，已经因对为现在社会真的跟过去有点不太一样了。我们现在社会实在是太多层出不穷的这样的案例，我们自己都会担心，然后或者我们也会很担心，小孩子出去的时候啊，就被人家带走啊，或什么的，对。所以他们的整个价值观你会要求的很稳定就对了。就希望他是能够走在他自己觉得正确的道路上。OK，婉洁你呢？我对儿子怎么严格呢？我比较会，因为我就会让他去学武术、学音乐，学武术就是让他去参加比赛。我想要训练他是抗压性的部分。对，的确，哎，好像都听说女生的抗压比男生先天优良，对，是，好像就先有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先让儿子有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对，哎，人家有说哦，那个神给人的天赋，因为女生要生小孩，所以抗压力比较高，因为那个痛的过程，对，那你就可以忍受了。对，所以你也有这种感觉，所以你要让孩子、让儿子抗压力好一点。对，我看你们家的儿子又学武术又划船，对的，然后他有学音乐，划船，哇，他会打那个扬琴，对。那个能文能武哎，能武，对，是。那女儿看起来你好像每天带着他们吃喝玩乐，也没有，他们也是跳舞啊，那个都有学，学的东西不一样。因为我跟他说，就是国中之前你尽量想学就去学，对，就是去培养你的兴趣。是。所以我相信每个父母哦，初为人父人母都有对孩子的期待啦。那正文，你要不要跟我们说说你对孩子的期待，在我们结语之前，跟我们其他的这个听众分享一下，观众。我们家小朋友其实生来都比较害羞内向一点，但是像我们是做生意的，当然希望孩子能够稍微开朗。是，那他的确有在一步一步学习这个区块。那对他未来，我们期望的就是他能够找到他自己喜欢做的事，然后坚持做下去，爸爸妈妈都会支持他这样子。是。婉洁，你呢？对，我就是希望他们就是可以找到自己最喜欢的，然后就，因为我觉得不一定学历要多高，但你要找到你喜欢的方向，对，那你的人生就是会往那个方向去努力的话，你会比较开心。我觉得现在的人就是有很多是不开心的，我是希望他们就是快乐开心。你看，的确，现在的爸爸妈妈要求的都不是什么光耀门楣啊，光宗耀祖，考第1名啊，对，都是要孩子能够快乐能够走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对不对？好，那再来我还是要请郑文先跟我们这个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给他们分享一下你当父亲的喜乐。当父亲的时候是真的。第一件事情很开心，看到小孩子的时候非常非常开心，觉得一个新的生命诞生在你面前，然后它是属于你跟你的老婆的结晶。那可是下一个念头马上就是知道说自己的责任来了，接下来的日子，甚至到小孩子长大成人，你都必须要特别注意，不要让自己的健康出问题，不要让自己的未来的路走歪了，非常非常注重，就必须
有一个承担责任的开始啦。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就要对自己更好，更照顾，不能再胖下去，又不能再胖下去。婉洁，你呢？我其实我没有特别说自己一定要怎么样去教小孩，我就是尽力去陪伴他们，不管任何时刻，我就是一定会出现。是对，职业妈妈说出陪伴2个字，真的很珍贵很重要，是。其实，在我们幼教来讲哦，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陪伴哈。我们都说这是一个亲子存折，存折来讲，并不是数字上的增长，而是亲子之间的亲子的一个互相感情的一个存折，这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是。好啦，那各位观众朋友一定会想啊，会被你们邀请上来的呢，一定就是非常厉害的、非常圆满的，然后这个非常正能量的爸爸妈妈才会被你们万中选一挑上来，对不对？但是我还是要请男人先开始，这个总有脆弱的时候嘛，对不对？对。那也请鼓励一下我们全天下所有的爸爸妈妈，麻烦。身为爸爸，应该说身为男人，在某些时刻、某些时间点，一定会非常的痛苦，甚至接近崩溃那种。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很多的我们自己觉得的委屈，或者我们自己觉得苦，都必须自己去吞下来。那段时间真的是一来的时候真的是不能自己，你可能必须躲到厕所去哭，甚至你可能必须要找方法排解。有人会去喝酒，有人会去，但是我真的很建议所有的男人们，就是当爸爸的妈妈需要时间放风，爸爸也需要时间放风。这很重要。但不是放风了就不回来了。我们的放风是出去之后，我们可以跳脱这个角度。重新再回来看自己身为爸爸这个部分是哪个地方我们可以再做改变，再做更好，让这个家，让这个教育的环境可以更有大家彼此合力协力的一个部分，让这个负担能够稍微减少，然后让生活更美好。是，太好了，谢谢这位正向的男人。对，那这个好感人。然后我们的婉洁呢？因为我有时候是比较严格，就是我儿子小6的时候，我还会拿棍子打他。哎呦！但是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他已经大了，我不能再拿棍子，有一天我会打不过他。对。要有先知之明，就没有再这样。对，所以没关系啦，打了就打了嘛。对，但我还去上亲子教养的课。真的，好棒的妈妈。可是有成长感吗？就觉得自己很多事情我会比较放得下。是，就会觉得与生命无关的事都是小事，不要把它抓得太紧。太好了，我们这个节目啊，这个各位观众朋友。先看一下，不一定先去上课，上课要花钱，看节目不用花钱哦。的确，不过真的跟生命无关的事情，其实都没那么紧张啊哈。那男人也会有哭泣的时候，所以每个人都一样啊。这个家庭嘛，喜怒哀乐啊，我不想说什么一本难念的经啦。对。但是我觉得喜怒哀乐就是一个历程，也是我们生涯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对，没有错。没有这些经历，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这么棒呢？对不对哈？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跟各位我们现场的来宾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分享的、我们讨论的，也能够成为我们彼此的养分，然后让我们一起共同的成长。那最后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很重要的一个 slogan 喊出来：有快乐的妈妈才会有快乐的小孩。谢谢大家，我们下一集再见喽，拜拜。